这不是你手机号吗？你打给他干嘛？你没事记我手机号干嘛？打的多了，自然记得住啊。你看看短信。你说看就看。不可能啊！我手机上什么都没有收到，真的。专家在这儿呢，看不起谁啊？我来。楚乔，你把他拉黑了。啊？我干嘛把他拉黑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可能这个手机型号我不是很熟悉。解释什么？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我打了5个。我每天至少打50个。数字不重要。那什么重要？你最重要。你笑了。没有。明明就有。说了没有？就是有。没有。有。说了没有？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地方是公共场合，你俩这样腻腻歪歪的，恶心不恶心啊？我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把单买了再走。楚乔，你还是人吗？不是。这次谢谢你了。应该的，你们两个好好的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刚刚谢他什么？没什么。怎么可能没有？快说，谢他什么？我谢谢他帮我洗刷了冤屈，不然我还不知道某个人把我给拉黑了。哦。但是你们俩为什么在一起等我啊？遇到了，就请他找个借口把你约出来。啊，这样啊。所以说真的没有限量版的柯南手办啊？我还满怀期待的跑出来呢，我连拖鞋就让穿出来了。我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蔡雅思不可能对我这么好。